我要唱我的另外一个创作，叫做《思考吧，宝贝》，唯一的情歌。我曾经在都市工作过，然后工作10几年。那我在都市呢，过得非常的不好，就是在台北，也不是不好啊，就是因为工作嘛，每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，就每天过这样的日子。假日回去的时候，一样也是坐在家里看电视，就觉得很烦躁这样的日子。我那时候我还不会音乐，甚至我不会弹吉他。我弹过吉他，但是我不太会。后来呢，我就觉得这样的生活很烦躁，然后我一直想回去我的部落。那在当时我的感情啊，或是什么，也不是很好这样子。那我就毅然决然的就脱离这个台北的生活，我就告诉我的女朋友说我要回去了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好好工作，我要好好待在家里，思考吧，宝贝。
谢谢。